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同大家傾下金事。今日周三4月29日，金價經歷完尋日嗰場大屠殺之後，表現真係幾弱，而家喺4585美元附近揼波中，睇得出市場喺今晚聯儲局議息之前，情緒真係驚到震。而家金價前面有兩嚿大石頭壓住，一嚿係中東局勢僵局，雖然伊朗話想停火，但特朗普根本唔睬佢，火藥味仲係好重。另一嚿就係油價。阿聯酋推出，OPEC搞到油價企穩喺102美元咁高，大家開始驚全球會出現二次通脹。今晚係超級週嘅重頭戲，鮑威爾最後一場告別記者會。市場預計利息雖然唔變，但就驚佢因為油價升得太勁而放鷹，到時金價就真係大鑊。技術上睇，日線圖個空頭勢力好強 ，RSI 跌到去30附近，直情係超賣邊緣。MACD 條綠色柱仲喺度擴張，快慢線死叉向下跑。KDJ 喺低位鈍化。雖然想反彈，但力度真係好有限。目前上面阻力位睇4645美元，同埋尋日失守嘅4698美元。下面支持位就睇今日低位4555美元。如果呢個位都守唔住，分分鐘要試下4500美元心理大關，甚至去到4440美元啦。整體嚟講，金價而家係通脹同高息兩邊受敵，想築底就要睇今晚鮑威爾講咩啦。以上內容只供參考，唔代表投資建議，入市盈虧自負啊！記得訂閱、撳讚同分享，多謝收看。